去进前，咱先同心来做准备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久，你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当阮阁来到你的圣殿，因为阮深知每一礼拜甲你亲密的交通，听你的话语，是阮得到一礼拜快乐力量的来源。所以，阮愿意静静伫你面前听候，求主亲自对阮讲话。透过今日的礼拜，阮阁一遍甲你亲密的交陪，了解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无论是诗会、献诗、抒琴、传讲信息，伊还是带领望长阮甲你同齐道守圣餐的小会员，主你拢教阮三合二地，阮用敬虔的服侍来得到你的欢喜。是阮的主啊，愿恳求你时常教阮三合二地，踮伫阮的心内引带阮。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保守阮的教会，互教会所推动的逐项事工，阮设立的分堂甲机构，拢会当用荣耀你、高举你的名，做阮上界重要的目标。求主亲自教阮三合二地，互教会真正会当拍开阮的围墙，拍开阮的大门，欢迎囝仔、劳苦担重担的人，拢会当透过教会来认捌你。教会真正做万民的祝福。是阮的主啊，阮是何等渴慕你教阮三合二地，引带保守看顾一切，特别是阮所爱的乡土，阮将伊仰望交代伫主大能的圣手中间，保守看顾伫政府中间的官员，互因会当用适当的政策来推动利益伫百姓的事工。阮的国会议员会当接受因的职责，会当真正图谋百姓的利益，互台湾的百姓会当伫即块土地顶面安居乐业，发展家己的理想，会当有自由追求真神的心。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各地教会，互教会会当真正分享救人的福音，互万民来得到救。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保守看顾，坚固各地教会。亲爱的主啊，我也看见着这世间依然充满真侪纷争，有真侪自然甲人为的灾害伫无同款的所在发生。求主你免阮享受真实的平安、公义、和平、仁爱伫即个土地，互所有的战争止煞，互遐独裁集权完全被消灭。恳求主你施行你的大能来引带保守看顾，互即个世间真正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应该得到荣耀、尊贵甲权能，因为你创造万物，对你的旨意，万物受造生存。即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即时由愿徛的，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中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客死，埋葬路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善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时，请咱额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你赐予阮今日这圣洁的主日，互阮会当做伙组织伫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是慈爱佮公义的上帝。我们向你来献上全心的学乐佮敬拜，因为你的信息存到万代。你的恩典每一天拢是新的，阿爸爸上帝，我嘛要为阮的日子中有侪侪过犯甲软弱，常常执意要行家己的路，无遵照你的旨意来行，求你来赦免阮的罪，清起阮的心，互阮会当用清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阮嘛要为你的恩典献上阮的感谢，
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定十字架死，互阮会当得到新的生命。你会搁活，互阮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你赐了圣灵，引带阮行入真理，扶持阮行天路。求你来纪念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你亲自来眷顾甲赐福。求你安慰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安慰甲扶持。你医治身躯有病痛的，心灵有忧伤的，供应伫日食有欠缺的，并且互阮会当伫你的内底得到安息甲平安。即时我嘛要特别提名，为着圣良兄甲小女姐的大汉后生吴义轩兄弟来祈祷。今仔日伊住伫新竹的马街进行手术，恳求你医治的手行伫中间，会当互手术顺利恢复到伫完全，互伊会当伫性命危难的中间，更较侪经历到主耶稣你的疼甲你的救赎。我嘛要为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你赐了合一的心，互阮的牧师团队、甲中级的团队、甲每一位同工、甲兄弟姊妹，愿阮手所做工，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我要为正教会、甲奉你的名所差派的宣教师来祈祷。你赐了信心，甲宣讲你福音的热情，互你的国度的福音会当得到片段。我们为着台湾，阮的国家甲世界来祈祷。当阮受到中国攻击的威胁，你嘛互台湾搁较徛在，互搁较侪国家来肯定台湾，愿意甲阮徛做伙。台湾虽然面临危险，也毋过阮毋惊灾害，因为你甲阮同在。求你赐了智慧甲疼心，互阮的政府。嘛，赐了公义的心，互阮的立法院甲所有行政官员；赐了合一的心，互徛住伫即块土地顶悬的人民，互台湾成做世界祝福。我们为纷扰的世界来祈祷。虽然阮的目睭看见战乱死伤，也毋过你赐落的平安是无法通互取代。你超越阮所看见的，你的平安要抚平遮的战乱，你的疼甲安慰受伤的，你的公义甲和平要重建每一位互攻击的城市。你要恢复这一切，互扰乱的秩序的世界，会当重新来建立一个你所欢喜的世界。主啊，愿你甲阮同在，开阮的心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愿阮的敬拜伫你的面前，那芳芳的祭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嘛求你甲蔡牧师同在，互伊所传讲的话语会当成做阮的灵魂的美牛，坚固阮的信心。阮安尼祈祷无够野，各位做伙用你甲习惯的祈祷文安尼做伙讲。阮的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出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要做伙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16篇，还是诗篇67篇，圣诗后壁的24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
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努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努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我听见耶稣呼召的声，我听见耶稣呼召的声。我听见耶稣呼召的声。
感谢圣歌对伊所献遮尔水的诗歌，愿遮诚侪芳芳的祭献到伫上帝面前。即时，咱要做伙来看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箴言第5章第1节到14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第1218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第812页。我的囝着留心我的智慧，爱耳孔听我明理的话，互你通心中计划，互你的言语显出知识。因为淫妇的喙唇甜蜜蜜，伊的喙骨溜溜，毋过后来搁变做苦地地，亲像双面内的剑会伤害人。伊的脚行向死地，伊的骹步行落阴府。活命悲叹的路，伊无想要行；行入弯曲危险的路，伊嘛毋知。我的囝着听叹我，毋通弃杀我所讲的话，着离开淫妇的路远远，毋通经我伊的门口。则免你将家己的精力互别人，将你的血数交互残忍无情的人。则免生份人摕你的钱财去享乐，你拍拼得到的财富，拢变做别人的。到尾，你的身躯败坏，你就悲哀吐气讲：害啊！我哪会亚善管教，藐视责备，无听导师的话，无听趁教示我的人。我伫会众的大会中受到责罚，见笑甲要死。今日咱要请咱所敬听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来传讲信息。所要传讲的题目是《听家的智慧》第3讲：自责、自决、拒绝、情欲友好第1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每一遍咧替要新婚的新人做婚前辅导的时阵，我拢会提醒因几个重点，就是关系要维持一个家庭，可能会拄到夫妻时常冲突的原因。其中有几项代志，我特别的提醒。第一就是关系管理钱财的代志，双方的管理钱财的观念若有真大的差异，常常会发生冲突。第二就是关系甲父母的关系，这嘛是造成冲突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第三是关系子女教育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上介重要，就是关系婚姻中心的问题，就是迄个性格的问题。就是讲啊清楚，就是讲婚姻若一旦有第三者介入，会造成真大的伤害。我伫新人医要毕业的时阵，阮的导师嘛特别甲阮提醒讲，做一个传教者。去到教会服侍，其实上大有几个真大的诱惑。第一就是金钱的诱惑，所以做牧师的上好毋通手毋通经手钱。伫这方面爱清气。第二方面就是感情的问题。因为情欲的问题通常会造成真大的伤害。互家己的服侍的制度，失去真大，会拄着真大的困境。所以这我拢记牢伫心。咱今日要讲听咱的家庭，咱在坚固家庭，这项代志一定毋通忘记，就是爱拒绝情欲的诱惑，
所以牧师要分2个礼拜，甲大家做伙来讲这个问题。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求主开阮信仰的目睭，互阮看出你道理的奥秘，也互阮会当真真正正照你的话来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咱来知影情欲是真可怕的罪。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安尼讲：我的囝，要留心伫我的智慧，按耳孔听我聪明的话，为着要互你接受教育，喙唇保存在物。这是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现在中文译本的圣经翻译，其实有若是相共。正面的作者爱咱真留心注意，表示这真重要，爱咱按耳孔专注来听。目的是要怎？要互你接受教育，喙唇保持在物。意思就是讲，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因为伊甲咱的思想有关系。思想顶面爱有智慧，因为情欲的试探，真侪时阵就是因为思想所产生出来。所以保守咱的心思意念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咱要有智慧去面对这个试探。为什么安尼讲？因为情欲实在是真可怕的罪。伊可怕的所在是在第一项，咱知影真简单，要行出来真困难。就是咱对情欲的代志上较大的问题，是咱真正知影伊毋好，知影伊毋对，但是咱拄着的时阵，却真困难去抵挡伊。有的学者认为讲，咱今日所读的箴言，这是所罗门王所编辑的。所罗门王伊对情欲这件代志我相信有真大的感受，因为这个罪，互伊家族受真大的伤害。伊老爸大卫，因为情欲的问题，去爱着别人的某，去爱着拔示巴。所以，因为迄个情欲引起的迄个心抵到伊啊，伊犯真大的罪，伊害死别人的丈夫乌利亚，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佫犯了奸淫罪，所以犯了奸淫罪，佫犯了杀人罪，这是非常严重佫可怕的。而且即款的罪延续到伊的家族。咱看到有一个查某囝叫塔玛，被伊另外一个囝暗论来侮辱、来强暴，造成另外一个囝押沙龙的叛变。押沙龙的叛变，互大卫晚年的时阵，必须要流离失所，互伊家庭产生迄个变化，真大的影响。所以所罗门看见伊的家庭受到这个罪的影响，伊咧编辑这箴言的时阵，伊特别将真侪这情欲的代志、情欲的可怕编入去箴言内底。但是咱看见着真可惜，伊伫晚年的时阵，嘛相反对了。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讲，伊娶100个某，1000个某，歹势，讲毋对，1000个700个妃，300个嫔，1000个某。当然，伊迄话真侪是政治上的婚姻啦。但是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伊受到这外邦的女子的引诱。伊是一个原本的是一个敬虔、听上帝的人，为上帝起造圣殿的一个君王，变成做为着遐失败，
你看，会编即个箴言，遮尔智慧的言语，啊，警告别人爱注意即个情欲的问题，家己到落尾嘛是相款。所以知影真简单，行出来真困难，这就是伊可怕的所在。受伊引诱，就是一步一步行入迄个死亡的界线。所以这咱不得不来注意。啊，第二，伊嘛无分年龄，吼。有一寡人讲啊，我食老可能袂啊，但是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呢，有一个伫台南发生的，两个查某人食醋，有一个查某人食醋，冤家叫一个举刀堵另外一个，来刣死，吼，啊伊家己嘛受伤，啊迄个去靠近伊的迄个妇人人嘛受伤，其中死去即个92岁，当台是82岁，啊，迄个妇人人68岁，三个人加起来242岁。啊，情欲是无分年龄的吼，咱毋通拢少年人，吼，迄气也袂定的时阵，开始发生这代志。只要咱若无控制好势，一生拢对咱。而且无分查甫查某，因为即个代志通常拢是爱有查甫有查某才会发生嘛。哦，啊，拄则有人我讲，牧师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吼，用对妇女有一寡歧视啦吼。啊，其实因为即个查甫写的嘛，哦，啊，其实查甫拢相共，拢有可能犯即款的罪，拢有可能去引诱别人。所以无论男女，大家拢爱说你。上较重要的是，即马咱即个世代，大家开始轻视，开始无注重这个代志，哦，甚至普遍接受这个罪行。比如1994年，英国的查理斯王子，伊公开对世界人承认讲，伊伫婚姻的结果内底，伊犯奸淫，哦，就是有婚外情啊。结果第二天，英国的一个报纸做一个调查，问看大家对这个看法安怎？有84%的人，就是有8成外的人认为讲啊，这宣布袂影响伊对查尔斯王子的看法。过去咱嘛看见美国的总统克林顿伫白宫内底有丑闻，但是普遍人讲啊，伊只好做好总统就会使啊，其他道德的问题无重要。有一寡老母看见家己的囝犯了这方面的罪，佮还要求家己的新妇爱拥吻。哦，所以情欲的代志就是遐尼可怕。知影真简单，行出来真困难。无分年龄，无分男女，啊，佮无受重视。伊那亲像华语叫做包着糖衣的苦药啦。外口看起来真甘甜，啊，到尾就是，互你感觉艰苦。拄则所读的经文翻译了真好，讲头起甜蜜蜜，到尾苦地地。所以，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讲淫妇啊，其实淫妇啦相共啦，喙滴落芳蜜，甜蜜蜜，伊的喙比油甲骨，油本来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象征。啊，到尾比这淫淫较苦，淫淫是一种菊花，菊花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食起来真苦，而且伊来拍打佮当做迄个麻香，会当驱蚊，这是一个有毒素的食物，比油较骨，最后却变做生命来刀剑。原本底是真好。感觉互你感觉真好的代志，
尾啊，就是会对你造成伤害。所以情欲会诱惑人，是在于伊会满足咱肉体的欲望。头起会感觉真甜蜜、真好，但是无偌久了，就互你苦地地，苦啊那亲像饮鸩遐尼苦。所以情欲的罪会互你认为安全的时刻，突然间危险来临，最后互你受伤。所以伊毋是简单是包着糖衣的苦药，伊也是安那引入死亡的毒品。情欲的罪一开始互你感觉快乐，亲像毒品同款。食毒的人拢知影讲食毒了会互家己轻松，会袂记起一切的烦恼。但是到尾，这毒品就来你控制，最后就爱你的命。所以圣经来讲伊的骹落到死地，伊的骹步踏入阴府，直到活命病榻的路伊找无，伊的路无定着，伊也毋知。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当你受到这情欲的诱惑，人生行毋着方向，陷入罪中间，有一天就是进入死亡的境界。犯罪的人一时得到刺激快乐，无想到长远的后果，就一步一步行入迄个死亡的界线。所以圣经咱提醒，情欲的罪是死路一条啦。咱来学习去克服情欲的引诱。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比较较消极的，后一遍咱来继续分享迄个较积极的方法。今仔这3项消极的方法，我也是真重要。第一项，就是咱来听探真理，你上帝话爱听啦。圣经中讲正经，现在听探我，毋通离弃我喙中的话。听探意思是讲对真理来的声音。咱爱受到上帝话的束缚，咱才会当得到自由啦。所以圣经来讲，真理的确互你得到自由嘛。咱若照上帝真理行，虽然感觉受束缚，袂当照家己的意思，但总是伊是互你真真正正得到自由。因为上帝话会供应咱的需要。一个时常将上帝话记伫伊的心内的人，一定袂陷入诱惑中间。圣经中间讲，少年人用啥物来清起伊的行为呢？是要遵守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毋通互我偏离你的命令。我要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虽然将上帝话藏伫咱的心内，免得咱得罪上帝。用上帝话取代遐个误会的思想，互咱行伫上帝，互咱正确的道路，这是真重要。第一项就是顺从真理，第二项就是咱的闪避。圣经来讲，你所行的道爱离远远，毋通就近伊的门口。克服情欲的引诱，上介好的方式就是逃避伊，毋通接近伊。而且咱假是一项代志，就是你毋通过头自信。我无可能，我对阮太太做重视，我做爱阮太太。我对我的婚姻真重视，无可能的，任何引诱拢无可能。咱才知影，你若有即款的心理你就有可能陷入迄个引诱。咱台湾有一句话讲，饮食拢是会受的。就是讲，我会晓游泳嘛，所以我毋惊。就去冒险，去试探。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人的软弱往往是家己过头自信。圣经嘛，甲咱讲，情欲的罪有真大的吸引力，伊若亲就这吸酒相款。你离伊若近，
就哪容易互伊吸引；离哪远，就比较较袂受伊吸引。咱看见着圣经中间，约瑟受伊的主人的太太引诱，伊衫来脱掉，人逃走。虽然到落尾受人陷害，关伫家里，但是伊赢过情欲的试探，就是逃走。特别咱是爱逃走去到主耶稣基督的脚下，求助人民啊！所以毋通过头自信，爱敬而远之。最后一项，咱今日要讲的最后一项，就是你爱计算代价。咱要赢过情欲的罪吼，就是咱拢无去算迄个后果啦。咱拢毋知讲哇，迄后果爱付出偌凄惨的后果。咱想讲啊，都真好，一时甜蜜。咱无去计算后果的因果，虽然都陷入迄个试炼中间。圣经谈讲，至少有4种后果。第一项，名誉的损失。圣经谈讲，恐惊将你的尊严互别人，惊了你将你的荣光互别人。情欲的罪会互你的名誉无去。有人发现你伫情欲顶面犯罪，你的名誉自然受伊损害嘛。咱看见着真侪花开真有前途的政府官员，因为情欲的罪，都爱下落台。咱嘛看到过真侪花开真发展了真好的这演艺人员，因为情欲的罪，世人无法度去再表演，嘛无收入。过去代言什么产品，人讲啊，这有问题，无必要你代言啊。这名誉受损害，咱来深思啊。第二项，性命受威胁。圣经同咱讲，将你的岁月互在你的人。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做：伫青春少年的时，死伫罗马的手中。咱知影，情欲通常食醋。彼此攻击，有时的生命损害，肉体受到伤害，这拢爱注意的。第三项，财富的损失。圣经中恐惊讲外人得到你的力量会咱翻译做财富啦。你的落落伫来归伫外人的手中，外人的家。财富可能损失伫这个婚外情的开会中间，嘛有可能去用恐吓，嘛有可能损失伫赔偿的中间，拢有可能造成你财物的损失。你一生所努力打拼，一时啊，都拢无去，有可能你的家庭就完全毁坏。最后一项，就是你会陷入迄个后悔痛苦。圣经中间讲，到落尾，你的肉体衰败，你就悲哀吐气讲：啊，我较会万分假释，心内藐视责备，无听探我的先生的话，佮无按耳孔听遐假释我的人。我伫会众的大会中间，变做见笑啦，变做见笑，别人踢笑。的一个人，这是上界大的损失，精神顶面的折磨，互你陷入迄个痛苦中间，内心爱有真大的罪恶感。所以咱看见着这4项真大的代价：名誉的损失、生命的威胁、财物的损失、痛苦的忏悔。这拢是伫陷入情欲进前，咱无想到的。若事先想到讲，咱来付出遮尔大的代价，我想你就毋该陷入情欲的困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也要讲到这，咱好好来反省。
为着要坚固咱的家庭，毋通互即项代志，成做咱家庭破坏家庭的一件代志。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求你教阮三甲之地，用你的话坚固阮，互阮真心去听听你的话，将今仔日你的话记伫阮的心肝，藏伫阮的心肝，免得阮得罪你。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咱要做伙来念神圣诗，神圣诗第368首，受迷迄暝救主耶稣。368首，受迷迄暝救主耶稣，请起立吟全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啊，伊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成人洗礼甲更新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齐道，共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作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盘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要所互人买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亲爱主上帝，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垂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咧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伸出双手，用恭敬的心来接受，伫心中感谢主，伊拍破伊的身躯，为着救赎咱。
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主的会所设立的，咱摕到的时阵，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流出伊的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杯是新约，伫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也知影阮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让慈悲帮助阮，互阮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互阮会当用阮的生命来延续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这时，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丰盛的祝福，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在敬拜你。阿爸爸上帝，阮用阮的金钱来做你圣讲的路用，求主你来接纳，嘛会当阮所奉献的得到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拢从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请坐。即时，请容阮我来报告。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要呼吁兄弟做伙来学习，正做尽忠的好管家，善尽生态关怀的使命甲责任。具体关怀，本会会友洪益硕兄弟，也是洪明和执事的爸爸，伫5月11安孝主怀，定伫6月初7，就是即礼拜六上午10点，伫10楼的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到，并且参加，愿上帝安慰遗嘱。恭喜本会会友王和如兄弟甲王静茹姊妹定伫6月14，就是后礼拜六下晡1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请大家做伙来观礼，愿上帝祝福新人。恭喜本会会友赖如仁兄弟甲王胜怀姊妹，也是王英昌甲刘淑娟的大汉查某囝，伫5月26，得到一位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即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叫林怀琪全家，林怀琪全家，遮这是温典中的阿姑就是因也是咱教会迄个孙理姐的亲人来个感谢大家，孙理姐个别熟的时阵大家的关心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欢迎咱遮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牧师来补充报告一点因为咱疾管局最近有提醒咱大家什么 COVID-19 改成慢慢较侪起来所以咱出入迄个公共的场所，尽量的拢会当挂一个喙安大家注意家己的身体，愿上帝亲自祝福，多谢。是咱做伙来吟上迎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用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诗。愿最后所祈祷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下温共受差遣。